婚前是应该立卖拆散，讲一开始咱有可能因为恁前伊来修道，伊来道场，可是恁前伊袂使顾，恁前一个顾了后呢，伊会出状况。当有一天，人对咱无迄个情无伊，安尼咱要安那？咱最容易倒。所以讲啊，当咱用钱，你爱对伫后壁，是讲咱爱来听道理，爱有明理啊。安尼咧，咱较袂叫倒去，所以咧，咱听道理咧，咱要听啥？其实嘛是要听重点啊，所以咧，讲师伊只是一个做的，讲师伊基于伊的研究了后咧，伊的体会，讲互咱大家分享，借着讲师咧讲的道理，去鼓动着咱自己内心迄个真理啊。事实上，咱来想哦，伫人生当，伫咱咧听道理当中，如果讲咱自己本身迄个真理伊无生出来，讲师甲咱讲的道理，伊是短暂的，无法是较安尼讲的。咱来想哦，白白一张道理，哈尼侪人咧听后，有的人是无感受的哦，可是有的人是有感受的。咱若安尼迄个感受伫对，伫听的人身上，毋是伫讲师的身上。白白讲师拢讲即句话，可是有的人伊听来，伊感觉无啥物货，可是有的人伊就感觉讲，足有感觉的，甚至伊会鼓动着伊的内心，伊的发心。咱若安尼迄个主体伫对，是毋是伫讲师，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咱每一个人身上拢有一个自性分，迄个自性先发作用，咱较有迄种的体会啦，所以呢，当咱呢有了体会的时阵呢，听道理听了后，伊有功课哦。道理听了，毋是安尼就煞哦。道理若听了安尼就煞，安尼做无彩。当咱伫听道理当中，咱有感受，咱来即个感受，咱来摕倒来咱的厝用。就讲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咱会拄着人事物。较早咱都用咱的个性、咱的惯性来应付，可是今仔日我经由了道理当中，我有感受啊，用我迄个感受来面对着人生当中我所拄着的代志、人事物，开始慢慢去转变着咱的思想、咱的看法，去甲应用啊。当咱安尼应用的话者，咱是毋是就心得啦？所以咧。师尊伊讲啊，伊讲修道无所获得啊，只有心得。其实修学道，伊无得着啥，伊得着啥物货？得着心得就是讲，当咱伫人生当中，当咱修办道当中，修办道甲人生伊是无分开的，伊是一体。往往咱拢会认为讲，来伫道场就是咧修道，可是等你到厝了后，同款阁是过着咱家己的生活。咱若安尼即个理念，有可能小可偏差。修学道是处处拢咧修道，处处拢咧办道。我为啥物较安尼讲呢？咱嘛想，其实伫咱的厝，咱嘛是咧修道，咱嘛是咧办道。因为呢，咱伫道场的时间是毋是足短？咱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倒？是毋是伫咱的厝里？对无？咱嘛想，道场的真贤者是毋是拢足自卑的？咱上界艰苦的所在是伫倒？所以讲啊，其实要互咱修的，是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工作场所，伫咱所面对的遐个代志。咱要安怎经由咱修学道了，慢慢经由道理来分析着咱的内心，去面对着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当咱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处处咱拢有法度通甲生活当作道场来修持的话者，慢慢咱的内心就生得来。
有心得了后，师尊伊是是安尼讲，伊讲苦其志才有的慧光，历其境才有的印象。修学道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，必须要经由伫生活中去历练。当咱历练过了后，慢慢咱的慧光伊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伊除了听道理，也是讲伫生活当中，咱要慢慢去实践咱所听到的道理啦吼。再来，五味零零靠爽。五味呢，就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。靠爽呢，就是讲靠呢失去了伊个正用啊吼。就是讲，咱如果呢，咱个喙拢追求着即个五味啊吼，伊呢去沉沦在即个五味当中的享受，一个久呢，咱个喙也失去了伊迄个正用啊。所以呢，靠伊个药就是伊。我做一个比喻，如果讲吼，有一项物件咱足爱食，咱个太太呢，三顿拢煮即项物件，伊头仔煮的时阵，咱心情足欢喜的，吼，即项我足爱食，咱会食足济咧，会吼，我嘛是安尼啊。如果讲呢，第二顿搁煮即项，咱嘛是会感觉搁足好食的嘛吼，第二顿尔嘛吼。第二天搁煮即项，咱会想讲，是都无别项通啊食呢。第三天搁煮即项，咱会安那？咱会避免啦吼，切搁会避免啦吼。咱就讲安那，通去，食袂好啊？为什么？想着你就惊，连续互你食3工，你想着迄项菜，你足爱食哦。想着你就惊，为什么？因为口味即种物件，伊嘛是足短暂、足虚幻的。咱感觉好食，可是食一个久，迄个好食的感觉就无去啊。所以老师伊嘛是会甲咱讲，讲咱一直咧满足着咱即个口欲。所以讲啊，咱着想看卖啊哦，有个人一直咧满足伊的口欲哦，听着对啥物物件足好食，坐飞机嘛去咧食呢。所以当你安尼追求满足你内心点的欲望，其实迄就是你苦的来源啊。所以老佛祖伊今仔日就是甲咱讲，向外去追求，伊拢是苦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喙除了食，伊阁有一个啥物作用？是毋是讲话讲对无？啊，伊除了食物件，阁会讲啊。所以呢，如果讲吼，一个人若爱讲话吼，拢会讲重点，咱会讲伊安那，讲一寡五四三，计讲拢无讲着重点，拢讲着一寡五四三个啦吼。所以讲呢，讲话伊嘛是一个学问。咱咧讲话呢，咱爱言辞中啊吼，就讲咱咧讲的话，爱诚恳，爱实在啊。所以呢，讲话爱足小心的啊。因为呢，机智妄言鬼神言，恶口两舌天人地也。因此呢，咱咧讲话，咱要注意哦。咱今仔日人讲一寡机智，讲一寡妄言，其实连鬼甲神，伊都会嫌呢。咱若拢讲一寡恶口两舌，连天人伊都会出讨厌的呢。所以啊，咱咧讲话，咱也要注意。因为咱时常拢会讲话啊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若想，咱目睭闭紧开，咱会讲话袂？嘿啦，咱伫咱生活当中讲话一件工作，是咱时常咧做，可是咱爱做注意的吼。咱若安尼呢，咱爱做注意咱咧讲话啦吼。可是呢，咱来想哦，如果讲吼，一个口才足好的，
搁一个口才足歹，咱希望是做迄个口才足好，人迄个口才足歹，口才足好对无？